来这件发生伫台北市的东区，一个驾驶为酒店驶车要离开，远景发现无下安全带，就向前要甲临检，结果车窗一个拍开，就闻到高的臭酒味。远景要求做酒测，这个驾驶若无爱配合，佫真唱秋，呛警察，佫摕手机来录影。远景是甲枪背出来，爱车顶所有的乘客落车。 但是最后，这个驾驶也是拒绝酒测，将会收到一张18万的罚单。下车！下车！下车！远景伫咧大路无加讲，直接压枪向车内大声喊。蓝先生，你配合，我们不想要你受伤哦，请你配合，请你配合。看到远景压枪，查甫人随讲去乖乖照指示落车，不过顶一秒也阁真摇摆。我跟你讲，你是违法临检了。 你现在送，你现在马上送临检1单过来。态度强硬，一直呛声，搁摕手机甲远景的行为录影，双方西牛照角，驾驶坚持无爱落车酒测，远景才动用公权力对付。男子一行人当时就在这栋大楼楼上的酒店喝酒，准备要离开，将车行经敦化南路时，被远警发现没有系安全带，便在路口将他们拦了下来。伫咧28早起7点外，台北市大安区中浩敦化路口，远景巡逻时发现展示查甫人开 Porsche 无下安全带，要甲伊拦查，想要到车窗摇落来，就闻到车内拢是酒味。远景怀疑有食烧酒驶车，要求酒测，不过查甫人拒绝无爱配合，烦恼会造成危害，才会选择压枪使用强制力。后续依取缔酒驾拒测处理作业程序，依法制单扣车。 执法行动完全遵循比例原则。远景伫咧努力压枪，互真侪过路人惊一条。不过其实附近拢是酒店，有袂少乱象。早上的时候，酒客喝到早上的时候会蛮多的，蛮多会躺在地板上的，然后是酒驾。根据了解，展示查甫人有毒品伤害早期等侪项检考，后来原来是拒绝酒测，警方嘛表示会直接解开18万的罚单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